的回应是：因你与我同行。
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小声哎，虽然我们人很少，要有精神，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哇，太赞了！我们一起来颂赞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是天父所拣选、所创造的羊，对不对？我们要在他的草场，我们才可以得到饱足。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就是要得到这属天的灵粮，得到这饱足。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天杯温殿真正大哈。然后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就按照你自己的喜乐，把神赏赐你给你的喜乐平安，把它唱出来，来赞美主。天杯温殿真正大。恩典真正大，你的地错，无论风雨也必经，伊拢得做破。咱叫笑脸伊的恩，你的无存，好在日感人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因错，我们的拢无错，归咱的心困，平安福气有这么多，咱就为啥因些我的拢总三个欢喜，真正大。你被稳定真正大，你的地错，无论风雨也必经，伊拢得做破。咱叫笑脸伊的恩，你的福存，好在日感人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天他因错，可咱阮的拢无错，归咱的心活，平安福气有这么多，咱就拢为啥因些好天的拢总三个欢喜。无错，归咱的心宽，平安福气有这么多，咱就拢为啥因些好天的拢总三个欢喜，拢总三个欢喜，好天的拢总三个。咱恳求上帝的信心充满伫咱中间，咱来吟这首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这首诗歌虽然是有华语的，但是我觉得用台语来唱，更会当表达出咱恳求上帝的信心充满伫咱心的喜乐，就甲咱来渴望。求主用信心来充满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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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的心，你为了主爱，求主你来充我心爱。相信你为了主爱，求主你来充我心爱，求主用你信心来使我属红，求主用你信心来使我属红，求主用你信心来使我属红，求主用你
信心来是我所望。在我之心感受，你爱的阻碍，是天的样心心和爱。在我之心感受，你爱的阻碍，是天的样心心和爱。有足有力信心来推我出去，有足有力信心来推我出去，有足有力信心来推我出去，有足有力信心来推我出去。在我之心感受，你心中的阻碍，对全世界上永远爱。在我之心感受，你心中的阻碍，对全世界上永远爱。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充满了感动。因为神的仁爱跟他的慈爱跟我们同在。我们除了领受神圣灵的感动之外，我们也求我们自己成为神所喜悦，成为神的菜料。这时候，咱过来念第3节，有信心来找我出去。咱用基督的心来跟咱的上帝讲，有信心是可以感动我，找咱出去。有足有力信心来牵我出去，有足有力信心来牵我出去，有足有力信心来牵我出去，有足有力信心来牵我出去。在我之心感受，你心中的阻碍，对全世界上永远爱。在我之心感受，你心中的阻碍，对全世界上永远爱。每一日我恳求上天使，更深刻是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每一日。我们都感受这首诗歌的美好。每一日，我主，我恳求3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弟兄姐妹们，盼望这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生活化、内在化，更深的扎根在上帝的救恩跟他的真理里面。我们把这首歌给它背下来，让它常常成为我们的诗歌，常常成为我们跟神的祷告。我们连续来唱这首《每一日2次》。
们在你面前何等的喜乐，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恩典，能成为你的创造，成为你所拣选，成为你所喜爱的儿女。主耶稣，我们知道恩典跟真理都是从你来，我们也知道你就是那真理、道路跟活命。我们如果没有借着你，没有办法到我们的父那里去。主耶稣，谢谢你开启我们生命当中的智慧，我们更恳求你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每天紧紧的知道怎么样子的来认识你，让我们更近前的来爱你，让我们更紧紧的跟随你的脚步，让我们能够活出神你所拣选我们成为你创造的奥秘的目标。我们就是让我们自己成为爱的管道，让我们荣神益人，让我们荣耀神，成为万人的祝福。敬前排列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弟兄姐妹，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感谢你，我们同心在爱里敬拜赞美你，因你的名何其美。在这些疫情肆虐的日子里，在各样的困难中，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怜悯从未断绝。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有行在水面上的信心，刚强壮胆，勇敢的前进，追随马歇博士的脚踪，勇敢传福音，将人带到主的面前，同享主的救恩。主啊，
求你在全地掌权，掌权在两岸的关系当中，伸手护卫台海的安全。求主也掌权在乌俄的战争中，求你倾听各国为战争平息所发出的呼求与祷告的声音。因你大有能力，求你施恩怜悯在战火中艰难困苦的百姓，让你的旨意成就在台湾、俄国、乌克兰以及各国的当中。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有许多艰难与险阻，但靠着爱我们的主，相信我们都能够勇敢度过。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主的样式，得胜再得胜，来荣耀主的名。孩子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记载在以赛亚书35章5到10节。以赛亚书35章5到10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上路，哑巴的舌头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流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并没有狮子，野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以上，这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接下来我们要请牧师来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得胜的道路。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个礼拜我们参加马街来台湾150周年的纪念的庆典庆典的礼拜。我们想说2天的礼拜，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是用庆典来成为马街来台湾的一个主轴之一。它用庆典，为什么要用庆典？那什么叫做庆典？你有没有去参加所谓的庆祝大会？譬如说校庆，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参加校庆，校庆几周年的这种活动，学校几周年如果遇到10周年或者是5的，逢10或是5就会扩大举办庆典。那所谓的庆典，就是在很欢庆的这种聚会的当下，所以我们叫做庆典庆典。那什么叫做庆典？其实我们的礼拜就是一个庆典，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相遇，我们跟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相遇，所以在礼拜里面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庆典。所以祝福你的人生，在7天的头1天你就参加了这个庆典，叫做礼拜。来看看旁边4周围的弟兄姐妹，来欢迎你参加这个庆典。所以庆典不是我们上个礼拜150周年的庆典就结束了，不是，是每个礼拜你都经历到一个庆典，今天我们来谈谈用以赛亚书35章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35章他在说一个锡安的大道。所谓的锡安大道，就是人要去朝圣，人要去得救，人要去圣殿，人要去敬拜的路，叫做锡安之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到圣殿的这条道路。我们知道诗篇121篇，
我举目向山，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从造天地万物的神而来。当以色列人他们要到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要走一段山坡的路、上坡的路，那么他们就会互相的提携，前呼后应啊！快要到圣殿的加油加油，后面的人加油！我要举目向那个山，我的帮助从神而来，神给我力量能力，我要到圣殿来敬拜。所以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也跟随着他的在地上的父亲约瑟跟玛利亚，他到圣殿去朝圣。这条路就叫锡安的道路，锡安之路。以赛亚书可以说它是第5本的福音书。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看以赛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好像就在讲耶稣一样，他就在讲耶稣一样。那以色列人他们是想说，犹太人他们是期待的一个弥赛亚。以赛亚书是在讲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世主将会来到世上，进入新约的我们，进入新约时代的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个弥赛亚。所以以赛亚书也可以被看作是第5本的福音书，第5本的福音书。今天的经文跟我们讲说，在这个旷野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盛开，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鲁的华美，并赐予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色，让我们想到说，其实在干旱的之地必有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有玫瑰的盛开，这样子的，在这个路上有繁盛，有繁华的景象，这是在35章他第1节跟第2节所讲的。但是到第5节到第10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个锡安这道路是一个在高的路上面，是在一个高的路上面。那如果说是在高的路上面，我们会看到什么？这个是台语，它是讲在高的路的道上面所以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必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如果耶稣是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指引的方向，那这个就是跟我们讲说，当我们成为信耶稣的人之后，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洁净之后，我们就是像那个被赎回的人。所以这条道路，走在这条道路就像是一条圣路，一条朝圣的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所以要洁净的人才能够走在这上面。愿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得胜的人，也成为成圣的人，我们才能够在这条路上面行走，才不至于迷失。所以耶稣是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救赎。愿神帮助我们。所以以赛亚书我们看到，它是被称为第5本的福音书，第5福音书里面记载有关很像耶稣的事迹。所以当我们看到了福音书耶稣的记载，我们在看以赛亚说，我们就非常的相信说，他就是在指着耶稣，因为他怎么来，怎么为我们救赎，他为着我们走在这个救赎的道路上面。今天的经文5节到10节有跟我们讲，有两个特质，第一个是圣洁，第二个是快乐。圣洁就是在第10节上面，我们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那个叫做圣路，也就是朝圣之路，也就是锡安的大道。所以我们人要成圣才能够得胜。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成圣才能够得胜。也就是说，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圣洁，才能够得胜。所以我看到清教徒被称为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来讲，他们算是比较清高这叫清教徒。所以他们早期为了
信仰的自由，他们移民到美国去。那清教徒他们在听讲道3个部分来指引他们。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会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主旨是什么，然后再跟我们讲说今天的教导教义是什么，然后再跟我们讲说实践是哪一个部分，实践是哪一个部分。所以这3个部分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要累积。所以我们听讲道不光是在听，最后是要实践。所以清教徒他们听完道理，不是听完就算了，而是要把道理实践活出来。我们去参加马偕博士马偕宣教师来台湾150周年也是一样，不是150年就这样过去了，而是我们要怎么活出马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我们去参加那一场庆典，我们看到了马偕在台湾的努力，28年在台湾的宣教，他说一个人这样带着门徒设立教会，他经验神给他的恩典。其实他来到台湾，他有一个非常不适应的地方，在他的日记里面都可以发现，他说台湾是真的非常潮湿。他到每个地方，他所住的旅馆、旅社，当时候并不是像这样那么的舒适，而是非常的潮湿、简陋，甚至是脏乱。甚至他在下他的客栈，门口就有猪在那边走来走去，就有牲畜在那边走来走去。其实我们先长在台湾的我们，可能你还难想象。其实台湾早期的环境就是这样。牧师小的时候，大概乡下的地方大概也是这样。牧师去到印度，去到缅甸，我才恍然大悟说，其实宣教师当时候来到台湾，大概也是这样子。怎么说？我去印度的时候，那个猪就在外面走来走去那个牲畜你在马路上你在泸州的三民路。中山路开车骑摩托车，上面就有牛在走牛在旁边我讲的是不夸张不是一只是一群羊这样跨过去马路印度人骑那个3轮车他们很喜欢把那个香蕉树就砍一整棵整棵香蕉树就绑在那个3轮车的前面那个香蕉叶就垂下来羊就去吃那个香蕉的叶子就在马路上，好可爱。对，宣教师就是来台湾，当时候台湾的处境应该就是这样。你说你读马偕的日记，你就可以读出来说当时候马偕真的是辛苦了，因为他来到他到每个地方就是非常的刻苦。所以我们那一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旧照片，马偕这样四处的去传福音。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让马偕的精神能够在现在能够活出来，这个就是比较实际的实践。所以今天经文跟我们讲说，第一个是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就在今天的经文的第8节。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要快乐，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参加庆典好高兴或者是像在原住民的社会里面，他们丰年祭虽然一年可能有几天据说以前丰年祭是出外的游子都要回去，对不对现在还有法律有规定说原住民的同胞我们家丰年祭我可以跟公司跟主管单位说我要请假，然后主管要让你回去因为这是算是原住民的国定假日那他们要回去要杀猪要请客所以庆典不是只有在丰年祭那一天，或者是在马偕来台湾150年的那一天，而是你每个礼拜的第7天的第1天头一天就是一个庆典，就是在这个礼拜当下。所以今天经文跟我们讲说，我们要欢喜，要快乐，因为这个民已经被赎回，被走在这个喜安的大道，走在这个胜利的大道，走在这个朝圣的大道，而且他们的忧愁都要远离他们。这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圣洁，第二个就是快乐。
清教主这刚刚有跟我们讲所以我们每一次来讲到题目、经文给我们的教导，以及最后你要怎么样活出来，那个叫做实践的部分。雅各书不是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吗？雅各书2章就跟我们讲说，我们不单单只有什么听到，而是要行道，要把道理行出来，要把道理活出来，那个意义才是大的。所以牧师在读神学院有一个就是叫实践神学。我们讲神学是我们的骨头，那其实我们的组织、我们的肉，就像我们的教会，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虽然那个神学是骨架，是人的一个骨架、一个骨头，所以神学不好念，就是它像骨头一样这么的硬。所以这条今天跟我们讲的这条经文是有关这个锡安大道所以原来这个锡安的路锡安的路就是从大卫夺取了耶布斯人的这个城耶布斯人这个城他拿来献祭的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所以第一个这个部分跟我们讲的就是一个锡安大道，它其实也是一个朝圣之路，也是一个庆典之路，也是一个救恩的道路，也是一个得胜的道路。你走在这个成圣的路上，你就会成为一个得胜的人生。现在部分跟我们讲说，在这条路上，它有2个特质所以宗教改革家跟我们讲说，地上像是一个征战的教会，而天上呢，算是一个得胜的教会。一个是征战的教会，一个是得胜的教会。征战的教会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每天都要面对的征战，这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处境。耶稣他从神性变成一个人，所以他有神性也有人性。耶稣他要传道之前，他遇到了所谓的试探，他到旷野上面遇到撒旦魔鬼的试探，他胜过了，他征战过了，他更加的成圣。所以耶稣在传道3年，为我们牺牲，走上献身，成为那个救赎的羊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真正的教会就是我们活着我们的现况。那当我们的灵魂回到天家呢，那个就叫做得胜的教会，就是在天上，也就是在天国，也就是在天堂。保罗说我们在地上都是短暂的，我们像住在帐篷里面，回到天家是住什么？才是住真正的套房。所以我们在地上，不管你怎么劳苦，不管你怎么样的富有，不管你怎么样的丰功伟业的一生，最后到天上一样。那一天我们李同信牧师跟我们讲说，永久的住家在哪里？墓地就是那个坟墓，就是你在地上永久的住家，这个就是坟墓这是我们的墓地我们的坟墓所以像我们灵魂永远的住家，就是在天上，就是在天堂。愿神帮助我们因为在天上的教会就有得胜的圣徒在那里相聚所以通往锡安的大道其实就是通往得胜的大道，就是通往得胜的天国。所以我们不努力得胜，我们就没有办法到那个天堂去。有一天牧师在讲，他说天堂好好天堂有什么？哇，天堂是太好了很多人都想，很多人说我死后要上天堂，天堂真的太美了有黄金玛瑙美玉宝藏在那里，有国度的荣耀全在那里。哇，天堂这么好。那有个小朋友就问牧师说这么好到底有多好？哇，牧师想了一下说到底有多好？后来牧师终于想通了因为去的人都不想回来所以天堂就是好到去的人都不想回来。愿神祝福我们所以通往天国的路只有一条，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生命，就是道路。
如果你的朋友说啊，我信什么什么教，他也可以到天堂，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像天堂，因为好像宗教不太一样。其实那是不同的路。耶稣说只有一条路，真理、生命、道路是借着他。为什么是借着他？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赎回我们。所以今天的经文说，被赎回的百姓，虽然他是指的是那些被抓到巴比伦、被抓到异地的人，他被赎回来，但是他最终也是在跟我们讲说，你因为信了耶稣，你得救，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赎回来。所以只有一条路，所以今天这条路只有是圣的路，是得胜的路，而且只有一条。所以这条大路通往也是圣洁。所以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一定是什么样的人？也是得胜圣洁的人，不是吗？如果说你要去天堂，你说我信耶稣，我上天堂，那些做坏事的人也上天堂，那你还要上天堂吗？对不对？一定是要圣洁的人、得胜的人才能够上天堂，不是吗？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所以是圣洁的人才可以走在这条路上。那谁是圣洁的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圣人，不是吗？只有耶稣，他完全得胜也成圣。那有谁是像耶稣这样子？没有。虽然有人是被封为圣人，他毕竟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吗？德蕾莎修女被封为圣女，女生还比较少，女性被封为圣，被封圣的是很少，在天主教里面，男生还是比较居多所以你看，要成为一个圣人是不简单。当然，我们要努力学像耶稣，那你的生活就会更像成圣得胜一样。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虽然有旷野，虽然是旷野，但是有水发出，像沙漠有河流一样。神的话语不是跟我们讲说一样吗？在旷野，他必要开道路；在沙漠，他必开江河。所以，我们被神赎回、归回的人，被赎回来的人，我们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在新约的时代里面的我们信耶稣一样，被耶稣用他的宝血赎回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是耶稣的宝血铺成，我们是要走在这条道路上面。今天经文跟我们讲，第一个我们要保持圣洁，只有圣洁的人才能够走在这条朝圣得胜的道路上面。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以赛亚书6章3节当这个以赛亚他说有这个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台语我们今天台语礼拜就唱了这个圣哉圣哉。以赛亚书6章3节，当这个以赛亚他在圣殿里面他看到了异象跟他说圣哉圣哉圣哉，可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他就用那个火钳拿着木炭用火洁净他的舌头，他才可以讲神的话语，他才会变成一个先知。所以以赛亚他是被神给他洁净之后，他来讲神的话语，他来讲蒙神恩典的道的这个话语，他讲神给他的启示说我们是被神再赎回来的百姓，我们的祖先犯罪以至于我们堕落，也是我们的国家灭亡，但是有一天神要重新赎回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相信耶稣，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救赎，那就是耶稣用他的宝血重新赎回我们，让我们跟神重新的连结。利未记是讲献祭最多的一本书因为利未记，所以利未人就是在圣殿服侍的这些神所拣选的这个支派利未人。那利未记有关很多献祭的这些经文，虽然不是那么容易懂，毕竟这是在犹太人早期他们的生活，他们为了要献祭，
那其实利未记最重要的精神只有一个，叫做圣洁。就是人有罪，他必须要透过祭典、献祭来赎回他们的罪。所以利未记或是旧约时代他们讲的有平安祭、有摇祭、有燔祭、有素祭等等不同等级的这个祭，象征的人的罪要被在这个献祭的当下罪被赦免。所以利未记11章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说他是圣洁的，所以耶和华你们的神要我们成为圣，因为神是圣洁的。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成圣呢？我们就是学像耶稣，耶稣成为人，我们学他的榜样，我们学像耶稣一样，我们就可以学习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耶稣受到耶稣在晨间祷告，他在晚上祷告，所以祷告的生活也是让我们可以成圣洁的生活。因为在祷告里面，我们要悔改认罪。祷告不是在求说神你给我什么恩典，给我们恩惠，是祷告求是要，当然祷告也必须要悔改，也必须要来检视我们的生活。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愿神帮助我们。当耶稣在教导人的时候，他遇到医治的时候，遇到这些软弱的时候，其实耶稣是怜悯的，耶稣是怜悯这些人的，耶稣是替这些人感到忧虑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里面透过祷告，透过读经，让我们的生活的这些罪性得到改变。第二个是不圣洁的人是没有办法走在这一条路上，所以一样，若你维持圣洁，你就是走在这个得胜的道路；你不圣洁，你就没有办法走在这一条道路。所以耶稣也说凡称我主啊的人，也不一定都能够进天国呢，唯独要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要遵行神所给我们的旨意。所以进入天国的人一定是圣洁的人，一定是得胜的人。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到这个天国里面，我们才能够享福。但是如果说有一天我到天国，哇，那个作奸犯科的人也可以进天国，那普通人都可以进天国吗？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要努力成圣，在成圣的当中，我们必须要常常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要悔改。所以要悔改的人才能够进到天国，因为我们人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我们只是学像耶稣一样。第三，如果不圣洁的话，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天国。所以愿那些愿意要悔改、要认罪的人，才能够被神所接纳。所以耶稣来说，我要找这些不义的人，我要找这些罪人，我要找这些罪人。所以像那个撒该为了要见耶稣，爬到桑葚树上，那耶稣说：“你下来，今天救恩要临到你的家。”所以撒该，因为他是一个税吏，他专门在收犹太人的税金，他因为也 A 了不少钱，所以他说我之前如果有 A 了人家的钱，我要多还给人家。第三，要遵行上帝的公义。所以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只有成圣才能够得胜。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是去省视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检讨我们自己，我们这样子，我们的生活才会被历练，
才会被淬炼。今天我们如果是走在这个圣洁的道路上面，走在这个得胜的道路上面，那圣经跟我们讲说，已经没有任何的阻碍了，就像我们车开上高速公路一样，已经可以让我们很通行无阻，而且没有障碍。上面已经没有这些拦阻你的，没有这条路叫做王的高速公路。所以我们要走在这一条路上。如果我们是走在这一条路上，那请你的生活就要成圣，常常读经祷告。愿我们都能够走在这一条路上，让你的生命生活能够得胜。让你得胜之后，事实上就没有任何的可以辖制你，表示这个罪已经远离你。愿神祝福大家，赐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百姓，虽然我们是有罪的人，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仍然蒙你拣选，成为你圣洁的器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有成圣的生活，才能够得胜，才不会被罪辖制捆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你的得救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信主的人靠着耶稣，学像耶稣来过洁净成圣的生活，也献我们自己成为那个活祭，帮助我们，让我们蒙神的恩典，学像耶稣，更像耶稣的生命。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们有一个影片有一个影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马偕来台150周年从3月5号、3月6号到3月9号。我
感谢神，让我们都可有何等的荣幸，可以一起参与马偕来台150周年的歌唱的庆典，愿我们都能学习马偕的精神。现在请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信心英雄》，请弟兄姐妹起立，愿我们都能成为信心英雄，让我们带着信心来上神歌唱。让我们同心来奉献，请丝线的同工来直线。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生爱你》。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以赛亚书35章第7节 A 段。我们一起来念2次，请。发光的沙要变成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
以赛亚书35章7a。好，现在我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本会的消息，第一点，小会决议，于4月24日，也就是4月份的第4主日，要召开临时会员合会，改选下届的长老及执事。于公布栏有公告符合长老候选资格的名单，还有符合执事候选资格的名单。名单中若有特殊缘由者，那请向干事那边来填写声明书，以便小会做最后的审核。最后选举确定的名单将在4月3号小会决议后来公告。第二点，本主日林玉娟牧师为台湾神学院奉献主日，前往新民教会来请安报告。第三点，本会的信德奖学金申请今天截止，请尚未申请的同学要记得提出申请。第四是奉献证明，索取2021年奉献证明的弟兄姐妹，请填写证明单申请单，然后上面要注明的身份证字号。因为个人资料安全的缘故，所以请填写之后直接交给干事。但奉献证明的申请也是到今日截止。3月20号下主日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请各位弟兄姐妹为台南神学院的各项事工来关心代祷。第六点是马偕来桃宣教150周年，我们将会有参加相关系列的纪念活动，也有许多人一起参与。第7点，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的纪念口罩，就是我现在戴的这一个，它每盒是500元。那有意愿要购买的弟兄姐妹，可以向我们干事来登记，以及缴费。第8点，幼儿音乐亲子的课程，由我们林一娟牧师来指导。那隔周6的下午的5点到5点半，来上课。那我们的招生对象是学龄前的幼童，有意愿参加者可以跟林牧师来联系。第9点就是每周3晚上8点，我们有查经祷告会，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礼拜4的上午10点也有松林的读经班，也欢迎弟兄姐妹一同来参加。会计的报告，请弟兄姐妹自行过目。团契的消息方面，松林团契在3月17号上午的10点有健康咨询，有血糖跟胆固醇的检测，是由马偕医院的台北社区医学中心与我们教会合办的。那弟兄姐妹时间允许，欢迎来参加。再来是儿童主日学，在3月27号的上午10点40到12点，在教会的2楼举办亲师座谈会，邀请主日学的学生家长以及想了解主日学的家长一同来参加。会中我们有预备午餐。那肢体相通的部分，请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为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以及身体健康来提名代祷。今天有一位新来的朋友，张乃婷姐妹，我们欢迎你。张乃婷的姐妹她现在她是采耳师那姐妹很特别的是。对，很特别的一个职业比较新的愿神祝福你。你是在泸州定居是吗？对。很好，欢迎你。希望神今天也透过我们今天的讯息来感动你，也欢迎你跟我们一同来聚会，欢迎你。我们开始来。牧师也要补充报告吗？好，那我们现在一同来唱祝福诗，因你与我同行，请弟兄姐妹起立。唱完之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来祝祷。我
起来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必会。